气会。哎呀，对啊，金强有一位经验已经了解会麒麟的机关承诺，非常明确其要塞处，破坏了会麒麟的功能了。万将13年多被金强手板击毙。大将军顺势进攻，这个时阵的杨林为将马击毙西南风，好啊！金强叫马得飞了。又准在假装做金强的模样。让永南王五时选一路5咬分结婚，这要进洞房。听到今仔有地强，强被看选是坐立不安了。哼，人在食鱼肉，咱惊老屎，总共都是假熬了。哦，你都叫伊假真强，家己这大咧带咧做啥？这嘛是为着赏金200两银，对？哎。不志强啊，安那，来去新娘房的窗仔边啊，叫伊我准达溜咧。是啊，也袂漏气。有缘千里能相见，无缘对面是不相逢。相公。你会当结成夫妻，都是福德正神的庇佑啦。可以安尼讲啦，一个姑娘当头针，刘公公啊，刘公公，一日食饱想家红刘公公，好了刘公公，有啊准得了找机会啊。离开洞房，唔通害人过来吴公公，啊那刘公公。相公，你我进洞房嘛？但是怎样呢？我不能进洞房，也不能跟你同床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阿妈死无偌久，所以在8日经过，我才会当跟你同床。现在我都是带下的哩，不能上床啊！上床后摆呀！哎呀，你若相信你妥啦！我讲你听，你点点啦，人伫咧刘公公。迄是只少侪人伫咧唱歌啦。嘿，我知，我讲互你听啦。因为我一个朋友伊就是唔信邪，所以呢，带下入洞房，然后生一个囡仔。哎呀，真好靠，点点听，生一个囡仔无头壳，哎哟！所以咱两个夫妻真想真对，万年富贵，希望生一个贵子，所以呢，带下唔通入洞房啊。阴暗呢？阴暗我都困咧死烟过一暝了。哎呀，安尼你真委屈啦。无要紧，3年嘛是翁某，1日嘛是翁某，慢慢来嘛，对。5年嘛一个囝，10年嘛一个囝，对。吼，哪看哪疑问啦？伊这个面容，这个轮廓，无亲像真强呢。敢是冒牌货？好，查看究竟。也准讲你这边不误，好神探甜呢。袂啦，对，兄弟呢有福同享，有福同担啦。咁我会使你介一个对，吼。讲安尼那是话啊！你咧娶某，我敢会使甲你讲继续？唔是啦，我意思是讲有福同担有福同享，袂使你讲来辜负恁两个人，对唔对？哎呀，你讲安尼个差不多啦。一说落去呢，无应该得啦，我也袂强断啦。也无，你应该安那教我去讲偷银两。哎，过去唔通过闹开啦，互相闹开就进步了。来啦，调我加油啊！你个货买，安那？哎呀，迄顶来咧讲的啊，迄唔得咧讲安啦，来个抗一抗，我的便知道。看秀6分成。
甲听起来吼，无亲像真强啦，爱你爱死，哼！哎呀，志宏啊，放火龙之威，把雷霆之怒嘛。什么？你的女儿若是无嫁我的囝儿，3日后我会提兵来攻破林州啊！这我都爱去研究看卖。好，3天后你就知影。来呀，收兵回城。哎呀，亲家做未成，变成冤家，真是恐怖的人间啊！永南王啊，你别烦恼了，一切由我来负责了。唉，这王张庆拥有30万大军，我为了我女儿这桩亲事，不但失了30万大军，反而多一个休假，我要创成王霸之业困难了。只要你若是会晓甲瓦岗军来联合，哪有你惊这王来看对唔对？哈？瓦岗军联名，安尼我都无可能接大权，也无可能做领导者咯。有准达了你，哪有这单，哪有真单？啊，有准达的大兄会真强啊！你讲互伊听，还着讲较深入的哈。是我知影，我真强知影。岳父啊，爱呀泰山岳父，你应该爱知影军体的统术，在军中之间自然有限故。譬如18路藩王之中，定有王中之王，迄个就是贤能中最贤能的人啊！也咱就选迄个人为统术者，迄个人必须要有统术能力，知识外，要有忠于天下，仁义大众，孝义乡亲，义义兄弟，也咱大家合力来辅以做民主效忠，就伊就成为健全的组织了。如果泰山岳父你若是有迄款条件，大家嘛是会服你啊。依恁三个人甲看，我这个条件是毋是有够呢？我举一个例，你这个大缺陷，譬如讲你烦恼不能接大权，那就是自私了。你应该爱为天下着想，更应该爱想来找出一个明君统治天下，这种的思想才有正确啊。精明要精天下明，得利要得天下利，所以你思想偏差，就是不能当君咯。我恍然大悟了，我马上下书，让着瓦岗军大家联名起来。瓦岗之主是谁呢？瓦岗之主就是李世民啊。李世民？东宫李渊之主，这是当世大贤、大慈大悲，专门是为天下牺牲的人啊。安尼好，我来归顺你绝对无唔对。赞，好男儿，阮三人去见这王啊！如果伊若是个强词夺理，强得要带恁查某囝的话啊，迄我就拍到伊寸草不留咧，有我准答。哪有准答？爹，这个不是真强啦，这个是有我准答啦，爹为人唔惊你啦。你听到今晚敢要钻出来，敢要闹开，互相闹开求进步咯。哎呀，你哪通冒名来诱骗着我的查某囝哈？对哦。等你啦，你听我讲一下吼。来呀！蒋家人等你啦，老丈人无缘的丈人啊，你听我讲个清楚一下吼。这个真强就是阮甲柳店结拜39乡之首领啦，阮就是要出来找你咧。免讲啦，来啊，甲阮拉起来，点！啥物人若先动手，我就先甲收你。阮咧惊恁三个人心啊！恁拢当然啊，拢听我讲个清楚，恁伫咧讲话哦，拢安尼不得不切的。永南王啊！你是一个大王呢，以多为胜，也安尼30万哦，都要拍死3人，安尼嘛是无够啦，看对唔对？要话搁讲完头，若是讲阮老大的囝真强啊，恁查某囝吼，国家也是袂歹啦，要总讲一句咧，这个以我准达是无够资格通带恁查某囝，所以我才会甲迫害呢。要若无早暝就叫死你啊！也恁为什么？这个所在，你欺骗着我女儿的感情啊！也都为了200两银啊，讲起来实在都安尼真浪费啦。但是出外人哦，不方便这也用的啦。你嘛是要出外看对唔对？是啊，
我较早若是捌流浪。对啊，你著出相计。啥物人若找着真强小200两白银，我想讲由我准大大若袂歹，吹手收起来，办主真强阮大安尼也要成也要成啦，200两吼，若得着阮就要算啊啦。现在你的热情，你的好意全留咧，教恁查某囝都要结婚，迄嘛是你的代志，阮对毋对？安尼想起来是我的毋对。毋对，罚3杯。好，我3杯。啉豆油。卖人卖讲笑。要阮吼。就是要出来找阮大真强真叔宝啦！阮二表吼，甲阮嫂思思念念阮大一人啦，可怜啦！阮嫂吼身体憔悴啦，所以啊，阮就是出来伫咧流浪咧找阮大个啦。要若无吼，我较早伫咧瓦岗这是混世魔王诶！伊我准达拢是我的卡啦，要这个新教上我弟兄这无较蛇。安啦，无啦。真强之叔宝名播四海，这个人的绰号叫做小明祥，对无？对啊，你捌听着吼？是，甲你讲诶，迄毋是咧操蛋啦，会使你讲人气吼第一赞的啦，毋是敢若人气尔啦，文武相传呢。以后准达啦，换你讲啊深入咧。嘿，毋是敢若文武相传尔，相信呢，恁大家拢捌听到这个风声才对啊。3个月前啊，杨啊义神伫迄个孙太原晋阳江口摆一个啥呢？东基镇呢，迄个东基镇的外围内围拢总有20外万军呢。阮老大真强，2支双眼，交你一个人冲入到内围了。不但是讲哦，可比好入洋军势如破竹啊！迄敌军啊叫拍射射杀，你讲千万无当去算就对了。伊单人自己，伊呀飞啊，飞到东基腰的所在砍落啊！登去，刷落去，用社会的功夫，自将阮主公李世民救走。大家目睭停起来看，拢无法哩。迄种的功夫，讲起来对毋对？真强确实真有名声。请问真强毋知有出车啊未吼？镜头，拄我甲你讲，你袂记哩少？阮义母甲阮嫂的代志拢讲你听，你还搁咧问我伊娶某啊未？要若同阮大吼3妻4妾，也是无过分啦。真强已经有车室咯，实在也太可惜了哈。阿爹喂，我愿嫁真强做弟弟了。弟弟？我有遐尼济，镜头。也无拄有准在讲伊3妻4妾已经娶7个啊。你听唔到呀？你讲啦，迄是比论安尼讲，阮大人家假使若是娶3妻4妾，我那是无过分啦。因为现在娶一个，阮嫂一个尔啦。啊，安尼真欢喜，安尼我才排做第2个尔。小姐，那你吼这种的意志坚决啦，会使讲使阮兄弟非常的感动啦。也毋过，恐惊真强毋娶妾，也考虑到伊的家后是毋是答应我的女儿去做妾。如果伊若是无答应，我的女儿也是大失所望咯。免惊，我保证。可以通下头啊，但你是要保证啥？那真强毋娶，我保证会甲娶。你看，刚听你讲安尼哦，啊，规年要婚你咧，但你迄边咧乌啰嗦，你就知影讲你娶乌八字夫人安尼。我的意思恁听无心啦。我是讲真强，伊若讲毋甲娶，我会保证甲讲甲互伊家娶起来啦。那这个乌的讲安尼实在有够赞，所以啊，一切拢包在阮兄弟的身上，绝对无毋对啦。嘿啦，我你讲吼，阮娘真自强啦，阮嫂嘛真开化咧，阮大个吼有情有义，佮疼惜兄弟，所以阮讲的话啊，伊绝对会接受，伊绝对放心啦。啊，多谢3位阿姐啊。这个伤小，拉条较大。啥物啦？阿袂讲这啊。我你讲吼，你叫阿姐，莫叫阿姐啊，叫阿姐啊，感觉安尼无啥气氛啦，叫阿姐。多谢3位阿姐啦。嘿，嫂啊，加一个嫂，家人加福气你咧。亲家啊，阮3个吼，来去找这个贼王张庆，完成这阵任务。恁3位去都要小心啊，亲家。嫂啊，恁行，我来行吼，顺行。阿文啊，大某做无成，煞做细姨。细姨高锁匙啦。3位有何贵干？安尼啦，
为着这个汀州永南王甲千岁恁两家失和之事，阮真担忧，所以呢，阮是来做好事闹道场啦。哦，原来是永南王所派来的说客，讲啥物说客？你咧讲故事无？正大胆，你来遮放肆来啊！我你讲，这大家拢土人，你也土人，伊也土人，但是呢，土人情理直啦吼。要咱这话爱讲真诶，毋是讲假啊，吼。要干那咧打打杀杀哦，这嘛毋是办法对。话讲翻头啦，婚姻是双方情感意愿，安尼才会亲啦，吼。新郎甲新娘诶感情嘛才会用加，看对毋对？若无呢，双方生一个继母，安尼就本啊咯，吼。我一定大平汀州。甲你讲土人。土人啦，莫甲伊讲啦，无读册啦，毋捌字兼无卫生，真大胆你！伊讲你毋捌字，我若无毋对了。啥物我毋捌字？我捌字啊！我册读清者。安尼好，咱双方拢心平气静，大家温柔啊聊，温柔啊讲，安尼才是做读册人，看对毋对？你做一个主将，做一个王，定就是文武双全嘛。你讲咧就无错咯。无错，当安尼。我来写5字，互你甲做一个文章。这个文章做了若有通顺、有意思的话，阮三个人都莫管咯。你要兴兵去拍。假使讲这5字呢，迄个文章你若做袂出来，安尼可能你读册安尼读无偌济，我看是互这边来讲咧，安尼较好啦吼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来，这5字安尼，安尼。伊我准头你写5字要创啥？点点看啦。点点看。这5字我捌啦。骄。头一字都毋对呀，这是骄了。骄对骄。差最。骄。哦，骄。对，骄毋是安尼尔了，爱搁做文章了。做文章，我做文章5字做文章。做文章就爱写。你敢会晓写？你会晓做未？会喏。我煞袂晓做，袂晓做，我互你叫你做，人有意思对毋对？我算老师，你学生。我做互你看吼。一位外侨的美娇娘，坐轿游览，他自以为伊是天之骄子，这种心理应该矫正。骄，对。安尼我就做未啥好势，你也是奇鬼着。不敢当啦。你若认为讲你有较草淡薄，你就听这边讲情啊！双方化敌为友。可是呢，本王已经说出驷马难对，我若无攻破汀州，要如何出身天下呢？出身天下是在先啊，天朝天下是在后了。怎样讲呢？为了一个查某囡仔动艰苦，怎来到地孙膑接将劳民伤财，岂不比天下巧呢？对啊。但是要如何取消这个战用呢？真简单啦！你即摆来讲真强你的客囝啦，头起时毋知，当时讲就是真强的家后安怎会使夺真强的家后对？迄算是你的义囝，说来去嘛是你义心不理咧。安尼大家嘛讲好，你做人真赞，大家真佩服你了。安尼好，安尼我加一个义囝。对啊，真强是阮的换贴的你咧。你嘛拢阮的囝。是啊。要衰啊！互这个做囝。靠腰王呢？这王呢？我是这王啦，恁话做囝，原来是袂歹啦哈。多谢阿爸。后面你也无叫，我恁阿爸。对，你嘛着叫阿爸。喂，阿爸。好汉，18好汉之的上师徒，骑着怪马狐狸豹，领着10万大军，要攻打瓦岗西路。杨千岁欲加光临昂面关，新闻里万欢迎失敬多多，何罪之有？杨千岁为何水头丧气呢？叫这个真强甲对壁300外里。好佳哉，我所骑是宝马，
真强徛喺只普通马对我对袂着，吼，像我是条命逼杀了。变做咩啊？哦，这个形影温顺对个关我跳入个关来。什么？真强你来咯！真强你来人啊！报底万诺钱收拾真强啊！好戏好戏好戏，请看熟悉的好戏，真强血战红衣关，神奇手法斩妖灵，水动演技。